应该咧大家在修道的境界，甲修道的力量，拢足健康。所以咱这大家拢是咱修正正经活动应该在大家培养。所以咧，咱前日来，就是他们的心，今年这个活动就是讲较今日，就是讲105年，经过23年的岁月，咱做一个结束。所以呢，因为咱这个活动就是明年开始，所以咱一直把他们的心恢复过去，展望未来。尤其咱今日非常难得，咱邀请着咱现场咱个大奖，咱今日来甲咱今日这个回顾用这个活动，这个大会。会当邀请北方当中化解，今日这个贡献是一个团体，咱个贡献今日是一个804年，3年4年基本上咱过年咱过年去年啦咱讲哪会讲，所以我讲咱这个过年天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就来邀请咱民政局大家长来给咱主持大众群体礼号。103年年中沙鹿为故，104年。103年年中的天。沙鹿回顾感恩会，上不将母行30公里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坤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恭请先生。恭请前人出身，前到1公，坤到1公，前人走。前人好，请坐下。